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係 Emily。大家都會問點解 Emily 咧同啲姊妹咧出去嘻嘻哈哈，翻到嚟公皮膚狀態都可以咁好呢？其實我真係有用心，因為咧以下介紹嘅呢一個，佢係類似一個醫美級別，但係你喺屋企隨時隨地都可以做到嘅。事不宜遲啦，步驟非常之簡單，你以後美容院都可以慳翻。咁我哋咧第一個 step 導入啦，藍色呢一個咧係30%，係一支超高濃度嘅一個幹細胞精華嚟嘅，佢係醫生真係幫你我嚟打入去皮膚嘅嗰一搽咗呢個精華先啦。好多 fans 都知道我係冇斷過嘅，我諗由19年而家都就嚟26年啦，係咪？咁跟住落嚟呢，平坦嘅地方有2個尖嘴嘅，喺兩邊嘅電磁槽啦，平均擠咗佢。呢一個微電流呢，產生嘅時間25分鐘啦，我哋就要貼敷面膜，佢質感呢，同平時嘅面膜紙都好唔一樣。佢係好滑身，非常之滑身，你黐落去就已經同你嗰個皮膚貼合咗。中間呢一個位置向外推開，你非常之好啦，就整理好嗰個面膜㗎，唔使花好多時間㗎。咁咧嗰個袋咧有好多精華嘅，全部咧都係啲勝肽嗰啲成分，對皮膚嘅膠原蛋白啊、保濕啊同埋修細毛孔非常之有效嘅。咁唔好嘥，將佢擠晒落去，跟住將佢重疊，50兩邊電池，由中間好似頭先咁，仲有經過3星醫院啦、生物學家、皮膚學家啦一齊研發，係講緊有37個嘅專利技術喺裏邊。即係你敷一塊等於敷普通面膜嘅8塊咯，所以咧，如果你有社恐啦，唔想出去美容院啦，其實呢一個係非常之好嘅代替。我就仲有頸膜嘅，咁我自己我唔讀你哋。因為而家真係咁敷呢個微電流面膜啦，佢敷完之後咧摸落去咧，佢唔會好似嗰啲普通 paper mask 咧啲水分會你摸到咁多，全部導入晒。所以你見我塊面係唔係嗰種濕落，但係你望落去咧係勁有嗰個乾雜感咯，係效果會説話，覺得係可以令到我真係有逆轉我嗰個皮膚嗰個狀態咯，即真係要多謝佢咯，呢個面膜係好幫到我，所以咧 Emily 都極力推薦俾大家。如果你嘅皮膚你覺得自己好好，但係你突破唔到嗰個關口，你可以敷佢。你皮膚唔好，佢可以幫你超，你推介俾大家。